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苗栗三义的柑仔园，这个高王带780只高囝总入去食柑仔。在地人讲，因为大旱，山顶无水，嘛无物件通食，所以高登才会撞落山。高龙讲，这个大旱已经让因的柑仔受损严重，即摆让高登过来破坏，而且赶嘛赶袂了，唔知要安怎才好。 柑仔树边啊，全部拢是高山啊，爬悬爬低，搁直接挽起来食。高看起来又搁枵又搁脆焦，食甲酥酥甜。边啊，搁有一大阵780只的高伫树仔顶，搁有搭起的土沙顶悬等要食。当地民众讲，这阵台湾山高是对三义的火焰山来的，全部拢是因为伤久无落雨，山顶的高山啊，拢记载袂掉啊。 久没下雨的啦，都没水可以喝嘛，就一定要下山。明着水库内底的水，敢若剩4%，水库内底的水拢强要打去，生一堆草啊，连怪手拢会使直接塞入去水库。欠水影响灌溉，一堆柑仔欠水曝伤，果农是满腹的苦衷。即马连山高拢因为无水啉、无物件食，落山来偷柑仔，果农的损失搁较济。 而且这阵高山啊真种，人一挖紧就紧闪，赶拢赶袂了。果农敢若会使仰望天公伯，赶紧落雨，莫互因的损失继续增加。